讲师好。注定会见大家晚安。讲师晚安。今日呢，到这学校呢来学习，学校呢准备一个题目，较早写就是白雅弟子修持理念的戒律。咱的白雅弟子的修持理念与戒律。首先呢，咱来感谢上天降福祈福，祖师的弘主，十分慈悲。这个大业老天爷的母大医生，家人目前加为个人师，可惜的笑的靠这个班的学业，但是呢，学校呢在所较浅。对着道理的这领域呢，非常的这个全合，所以报告当中只有并不大的，就是不对的所在，正版最近的大家会当把学校指正，使学校在写当中会当来上达，这是学校最大愿望。那么今天学校要报告这个题目就是用弟子的修持的这个理念与戒律。咱拢知影，用其内真多这讲是普度三者，会当来广济天下这个众生免于这个轮回生死。但是呢，轮回生死，一贯法门呢，乃是非